由條片可以見到，美國駐沙特阿拉伯大使館傳出爆炸聲同埋着火。有美國媒體就話，使館懷疑遭無人機擊中。美國及以色列攻擊伊朗行動持續，美軍中央司令部確認行動中已有6名美軍人員陣亡，18名士兵受重傷。美軍又話，自行動以嚟已經對伊朗境內1250個目標發動攻擊，擊沉11隻伊朗艦隻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白宮向3名美軍頒發榮譽勳章嘅時候，再談及伊朗局勢，佢就話攻擊伊朗嘅行動將會持續4至5個星期，形容係最佳時機。This was our last best chance to strike what we're doing right now and eliminate the intolerable threats posed by this sick and sinister regime. 特朗普早前接受美媒專訪嘅時候，曾經話過唔排除會派地面部隊到伊朗。不過佢喺回應大使館遇襲一事嘅時候就話，美方好快會有報復行動，但係唔認為有派遣地面部隊嘅必要。